这不打就歹死啊啦！你个气就不打。哦，别动气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身躯小控制一下。你连面若要哦，你也拜托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的卡爱细哩，拜托你的卡爱细哩。太要输大了啦！我不是你的表现已经真使人感动啊咧！啊，我唔敢管啊！妈妈，你看后生安尼拼甲安尼，这个精神你敢不敢？唔敢，也唔敢。唔敢吼。你这唔甘啥呐？你不爱叫伊讲卖比啊？你要个比都讲袂啊。妈妈，伊目前伊拄则伫舞台顶，伊讲为什么伊伫要比赛？因为伊自细汉讲成绩讲毋是讲介好安尼哦。迄是老母的关系啊，因老母无我教育。啊，唔是安尼，唔是莫安尼讲，莫安尼讲嘿。啊，当互后生啊，遮大汉啊，会当有这种想法，伊要表妈妈看。这是成功的，这是成功的教育的妈妈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爸爸很厉害，爸爸真的很厉害，要不要给爸爸一个爱的抱抱？好棒！